陰陽食譜，食出生死，陰陽道。第31章純青琉璃心。上次講到，我終於氹到佟掌櫃同我講，喺松樹林石雕上邊嗰隻鳥人呢係迦樓陀，而且同我講咗迦樓陀嘅來龍去脈。當佟掌櫃講到嗰個迦樓陀死咗之後會變成純青琉璃心嘅時候，我心入邊就有咗一個諗法啦。按照傳說呢，琉璃心可以落地為泉，入天為星，可以令到死人復活，並且能夠知道過去未來。而我啱啱好就喺廟頭口見到死人復生、黃狗幻化假象，同埋好似星辰排列咁樣嘅墳頭，仲有嗰一口啊，夜晚先見到，日頭見唔到嘅泉水。結合呢個鳥人迦樓陀嘅石雕嚟睇，我就覺得呢個唔係簡單嘅巧合，甚至有可能嗰度就係所謂嘅純青琉璃心嘅隕落之地。嗱，畢竟啦，呢個純青琉璃心嘅功效同埋描述真係同我嘅遭遇好相近。如果嗰樣嘢真係可以落地為泉，知道過去未來嘅話，或者就可以解釋到我所見到嘅幻想同埋廟頭口嘅部分問題。當然啦，如果一定要科學一啲嚟睇嘅話，又或者係古人喺廟頭口嗰個地方呢，發現咗啲乜嘢同泉水有關係嘅寶貝。而因為嗰啲寶物嘅外貌同埋功用同佛教入邊純青琉璃心嘅描述好類似，所以佢哋先至會喺嗰個地方起咗古松古廟、七星墳咁樣一類嘅祭祀標注。再去到後來呢，嗰個變成厲鬼嘅水仙草，應該通過某種辦法同嗰個所謂嘅寶物互相作用，然後先至產生咗呢一連串嘅惡性效果。我嘅諗法，佟掌櫃當然係唔知道噶啦。所以佢仲成面期待咁樣望住我，而我呢，已經喺度諗緊應該點樣甩身啦。不過喺臨走之前，我突然之間又諗起咗一件似乎係無關緊要嘅嘢，嗰個就係之前問喬二哥嘅時候，佢提到嘅嗰個所謂嘅寶玉清涼子啊。喬二哥講過，嗰樣嘢係一塊好似貝殼咁樣嘅圓潤嘅玉石，佢俾水仙草掛咗喺身上邊，有清涼解暑嘅功效。而且好似仲可以加快傷口愈合，真係一塊好神奇嘅玉石啊！而且喬二哥同埋曾文攞咗嗰塊玉石之後，仲賣咗一個好唔錯嘅價錢，所以唔使問都知啦，嗰樣嘢肯定好值錢同埋好矜貴噶。諗到呢度，我就開始問財迷心竅，但係見多識廣嘅佟掌櫃話：我話老掌櫃啊，我仲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下你噶，你知唔知道乜嘢係清涼子啊？佟掌櫃聽到我講起嗰3個字，即刻就顯得有啲驚奇咁樣話：哎喲，霍老闆真係人才啊吓！連嗰種咁稀罕嘅寶貝都知道，我未見過啊，淨係知道呢係一種化石變成嘅玉，聽講呢可以加快傷口愈合噶，反正都幾神奇嘅。點啊？你有啊？我擰擰頭表示呢，即係問下啫。佟掌櫃岌咗下頭，然後話鋒呢緊跟住就話：哎呀，我話霍兄弟啊，我哋唔好再講其他嘢啦。呢個迦樓陀石刻嘅事呢，我抬起頭望住佟掌櫃，似乎好真摯嘅眼神，然後就開口答佢話：哦，老掌櫃啊，呢個石鼓確實幾好嘅。哎呀，不過有件事我唔記得咗同你講啊。吓，你唔好話你其實冇啊嘛？佟掌櫃有啲詫異啊。我拍一拍自己個頭，一路起身，一路向外面行，然後對佟掌櫃話：哦，係咁樣嘅，呢樣嘢呢，我攞翻嚟嗰陣唔小心啊跌咗塊落地，我怕品相唔好啊嘛，咪揾啲師傅去修補下咯。你如果真係想要嘅話，等我修補完之後親自送過嚟啦。講完之後，我都嗱嗱聲行出咗佟掌櫃嘅門口，然後又好似被瘟神咁樣一路小跑離開咗佢間鋪頭啊！喺我身後邊，嗰位佟掌櫃仲喺度聲嘶力竭咁樣嗌：哎呀，霍老闆啊，
嗱，千祈唔好整爛啊吓！錢嘅嘢好話為，好話為啊！翻到我自己嘅鋪頭，我整理咗一下自己嘅思路，然後急匆匆咁樣揾到喺廚房入邊繼續喺度研究緊嗰個食盒嘅趙海鵬。見面開口，我好心急咁樣講：老趙啊，你知唔知道乜嘢係家樓圖啊？趙海鵬搖搖頭，見到老趙唔知，我就嗱嗱聲拋出咗自己嘅所有假設，然後順帶將所謂嘅純清琉璃心嘅種種奇妙呢，都同趙海鵬講咗。聽完之後，趙海鵬牛咗陣間，佢睇住面前嗰個木質嘅食盒，略微諗咗一陣間之後，然後抬起頭，突然之間同我講：老三啊，有啲嘢你一講起嘅話呢，我又突然之間諗起咗啊，似乎我阿爺趙青山嗰一輩人都提到過一次純清琉璃心同埋今次大鵬雕呢件事噶。你阿爺就係霍海龍要去濟南五味居揾嗰位趙青山，佢都知道純清琉璃心。老趙岌咗下頭，一路安慰我，一路話：哦，嗰件事呢係好耐之前噶啦，可能對於我哋解開陰裏梅中邪嘅因由呢，會有啲幫助噶。聽到佢咁講，我肯定好心急啦，馬上開口話：咁你快啲講我聽下。老趙岌咗下頭，然後就將佢屋企一段鮮為人知嘅歷史同我講咗。趙海鵬話佢阿爺叫趙青山，呢個人嘅生活軌跡又長又亂，從清朝末年一路咧就生存到建國初年。佢長期都喺山東居住，喺濟寧同埋濟南地界都撈過，係趙家幾百年嚟數得出嘅五臟廟大方丈。趙青山為人好仗義嘅，都同我嗰位所謂阿爹霍海龍一樣，好中意管一啲家國天下嘅事。趙青山呢一世最輝煌嘅時候呢，就係喺濟南五味居做大廚嘅日子。嗰陣時呢，趙青山曾經憑借五臟廟嘅力量，同埋嗰啲日本宮內廳嘅御廚，喺濟南府、膠州、青島呢啲地方呢進行過比鄰鬥賽，甚至乎仲救過大軍閥韓向芳條命。亦都因為咁樣，趙青山好張揚嘅性格得罪咗好多人啊，尤其令到呢成日撞板嘅日軍恨之入骨。為咗要除走五臟廟同埋趙青山呢粒眼中釘啊，關東軍特高課同埋黑龍會甚至專門制定過暗殺計劃。喺全面侵華戰爭開始之後，更加係將趙青山等五臟廟嘅人物列為咗反滿抗日分子，甚至話要打上500大洋，要攞佢個頭。喺嗰啲年代啊，日本仔啲刺刀唔係玩玩下噶，五臟廟又唔係正規軍，所以好難喺敵佔區嗰度保護趙青山呢啲愛國志士嘅性命。再後尾，趙青山就喺中統特務局同埋濟南廣州會館，仲有五味居嘅安排之下，喬裝打扮南下廣東同埋廣西，躲避日本人嘅追捕啊。按道理講，計劃好周密，本嚟應該唔會有啲咩差錯，但係好無奈啊，喺濟南五臟廟入邊竟然出咗個叛徒，令到侵華日軍截取咗五臟廟同埋中統安排嘅藍圖計劃，仲派咗個特務隊伏擊咗趙青山嘅車隊。喺一番激鬥之後，完全冇準備嘅趙青山同埋五臟廟嘅人呢，俾人打到七零八落。趙青山同埋兩個隨行嘅五臟廟兄弟匿入咗濟南郊區嘅深山，躲避日本人嘅追捕。當時呢，跟隨趙青山嘅人分別叫做吳半蝦同埋雷亞牛，呢兩個人都係濟南廣州會館五嶺店出身嘅，其中雷亞牛仲有軍職添，仲先後為韓復渠、葉秀峰、黃伯韜呢啲人效力過。第32章糧食。話說嗰個趙青山同埋吳半蝦、雷亞牛一齊呢，喺濟南南部嘅山區入邊跌跌撞撞，一連躲避咗3日3夜，餓到呢前胸貼住後背啦，先至可以從日軍特務隊嘅圍追堵截之中死裏逃生啊！亦都因為咁樣，佢哋冇晒所有嘅保命家當，佢哋手入邊除咗趙青山從嚟都唔離身嘅祖傳菜刀同埋吳半蝦嘅文明棍之外，再都冇任何可以用嚟安身嘅武器同埋食物啦。逃脫咗日軍嘅包圍圈之後，按道理講呢，趙青山呢一班人呢，應該一路嗱嗱聲南下先至啱噶。但好無奈，呢3個人入邊偏偏有一個呢喺度拖後腿，亦都因為嗰個人嘅存在啊，搞到趙青山一路深陷喺南郊嘅山區半個幾月，爭啲連命都冇埋啊！
呢個人呢，就係當時差唔多成60歲嘅吳半蝦啦。吳半蝦呢，就人如其名，佢係半個盲佬嚟噶。呢個人好奇葩噶。趙青山識得佢嘅時候，佢已經由五臟廟方丈淪落到呢同人哋睇門口為生嘅地步。吳半蝦之所以叫做半蝦，係因為佢有一隻眼呢，早年俾流彈打盲咗，即係剩低一個黑媽媽嘅窿，而另外一隻左眼呢，都係高度近視噶，3米之外嘅嘢都睇唔清楚啊！呢位大爺帶住佢趕路嘅話，簡直就同帶住個人肉包袱冇咩區別。亦都因為呢位大爺嘅存在啊，一路上呢，搞到趙青山同埋雷亞牛都好辛苦，兩個人要輪流孭住佢行，一日大概都係行咗10幾里咋。行下停下，當大家堅持到第7日嘅時候，一齊行嘅雷亞牛首先就堅持唔住啦。佢趁住去小便嗰陣，將趙青山叫咗埋嚟，商量下係咪應該捨車保帥，抌低嗰個吳半蝦，然後佢同埋趙青山自己去逃命。不過呢，趙青山呢個人就好講義氣，當時就黑口黑面咁樣否定咗雷亞牛嘅建議。佢話呢個吳半蝦以前喺濟南嗰陣呢，幫我自己好多忙噶，而家因人落難，佢點可以話走就走呢？實在太唔符合喺夫子殿入邊仁義嘅規矩啦。亦都因為趙青山嘅堅持，呢次商量呢就不歡而散啦。當嗰個雷亞牛垂頭喪氣咁樣再翻轉頭去孭吳半蝦嘅時候，竟然就俾嗰個吳半蝦呢數落咗一餐啊！嗰個半蝦推開雷亞牛話：我唔使你孭啊，我自己識行啊，費事一陣間你要害我啊，我先唔跟住你咧。聽到佢咁講，雷亞牛當時就好驚奇啦。吓，你點知道我要害你噶？頭先我哋講嗰啲嘢，你聽到晒啊？你以為我係個盲佬就咩都唔知道啊？吳半蝦擘大個嘴奸笑咁樣話：我吳半蝦除咗隻眼唔好啊，咩都犀利過你呢個敲鐘噶。就連你頭先去茅廁嗰陣，啲尿入邊有血，我都知啊。聽到佢咁講，雷亞牛嗱嗱聲揞住自己個褲囊，而趙青山呢陣時就出嚟做和事佬打圓場啦。佢就好肯定咁樣講，絕對唔會抌低吳半蝦嘅。如果唔係嘅話，天打雷劈。聽到趙青山嘅表態，吳半蝦當時呢就岌頭笑啦。有趙大方丈開金口，我呢個盲佬啊自然放心啦。我都唔會拖各位後腿嘅。嗱，今日呢，我就略微展示啲本領，俾大家指條明路啦。一路講，吳半蝦伸出手指住佢哋隱藏住佢呢片樹林嘅東北角話：喺呢片樹林後邊呢，有條土路啊，順住嗰條路大概行2里地左右啦，會有條河嘅。喺河後邊入山呢，會有座廟，我哋去到嗰度呢，就可以休息下，順便揾到啲嘢食噶啦。吳半蝦嘅說話講到有板有眼，唔似係假噶喎，搞到雷亞牛同埋趙青山都覺得好驚奇。雷亞牛更加係拗頭話：你講到咁準嘅，你睇得見噶？吳半蝦摸下自己對眼同埋個鼻哥話：冇眼啫，但我可以聞噶嘛，仲聽到咧。之所以我可以知道啊，嗰個地方有個廟，係因為我有順風耳啊，可以聽到喺古廟寶塔上邊有嗰啲啷啷聲啊嘛。講完之後，吳半蝦就起身掹住雷亞牛隻手就話：我話趙青山啊，如果唔係我早先聽到馬蹄聲提醒你哋嘅話，你哋早就俾嗰啲日本鬼子嘅挺進隊啊捉住咗啦。你唔可以忘恩負義噶吓，將我呢個老人家留咗喺呢個荒郊野嶺嗰度等死噶。雷亞牛俾嗰個吳半蝦捉住隻手，略微有啲尷尬咁樣話：呢位吳大師啊，我係阿牛啊，唔係趙師傅啊。雷亞牛嘅說話令到吳半蝦好尷尬，不過呢個老嘢呢都好滑頭噶，知道認錯人，當時就揈咗雷亞牛隻手，仲反駁一口話：吓，咁你伸隻手出嚟做咩啫？拉埋一二邊啦！吳半蝦揈走咗雷亞牛隻手之後，又掹住趙青山嘅手臂，重複咗一次佢頭先講嘅說話，然後就由佢親自帶路，佢哋3個就向住嗰間廟嘅方向趕過去啦。
吳半蝦對眼確實唔好，但係佢聽聲嘅本事真係一流㗎。等大家行到佢所講嗰個地點嘅時候，果然喺鬱鬱蔥蔥嘅松樹之間見到一個深山古剎。遠遠望過去啊，嗰座廟仲算齊整嘅，隱沒咗喺一片松樹林之間，即係露出咗兩個屋檐同埋一個七重寶塔。喺寶塔上邊果然有幾個銅黃色嘅鈴鐺咧，隨風飄曳喺度發出叮叮當當好清脆嘅鈴聲。見到呢個深山寶塔，吳半蝦就好得意，雷亞牛就好開心，只有趙青山呢皺住個眉頭唔講嘢。趙青山指住擁有寶塔嘅廟宇話：嗰個塔頂啲磚好殘噶啦，屋頂啲瓦咧又露晒出嚟，唔似係有人住嘅地方喎。呢度棲身就得嘅，但係要搵嘢食嘅話就……哎喲！呢陣時隨行嘅雷亞牛就擺擺手話：趙師傅，你又唔知道啦，而家兵荒馬亂咁樣啊，間廟冇人去整呢，好正常噶咋。而且你未打過仗，所以都難怪你唔識嘅。只要有廟宇嘅呢，一般就一定會有米糧食噶啦。就算呢度冇米糧嘅話，我哋都可以揾嗰啲菩薩噶嘛。呢啲說話聽到趙青山一頭霧水啊，佢完全唔識啊。嗱嗱聲問雷亞牛點解話有廟一定會有米糧呢？嗱，雷亞牛呢個人呢，同正經五座廟出身嘅趙青山唔同，佢其實係半路出家嘅所謂和尚，學成技藝之後又參加過好多嘅軍閥混戰，經常喺死人堆入邊爬嚟爬去，所以對於好多生存嘅門道，反而知得呢仲要比趙青山要多。按照雷亞牛嘅經驗，呢啲廟宇入邊呢，大多數都會有神像嘅。同常人嘅認知唔同，無論係佛教定係道教嘅神像，其實嗰啲神像個肚入邊都係空嘅，一定要裝啲寶貝入去呢，先至可以顯靈。而呢種行為就叫做裝藏。嗱，古人相信啊，裝藏呢係雕塑嘅靈魂，冇裝藏嘅雕塑只能夠叫做造像，有咗裝藏嘅雕塑先至可以叫做神像。不過講起身，喺神像入邊嘅裝藏呢，只係攞個意頭嘅啫。入邊其實放咩都得，講究啲嘅地方呢，會擺啲金銀首飾入去；如果爭少少嘅話，就會擺啲五穀雜糧；再差啲嘅話，就會擺啲經卷啊、破銅啊，意思下就得噶啦。因為雷亞牛當過兵，參加過幾年嘅軍閥混戰，所以都做過好多打家劫舍、砸廟搶錢嘅事，亦都因為咁樣，佢就好清楚喺廟宇入邊裝藏嘅學問，更加知道啊。嗰啲僧人和尚喺逃離寺廟嘅時候，好中意將啲金銀細軟同埋攞唔走嘅米麵錢糧呢，都擺入神像個肚入邊噶。亦都因為咁樣，呢陣時雷亞牛好得意咁樣話：羅，所以你諗下啦，邊個會去喐嗰啲神像呢？我估呢，連日本人都唔夠膽啊！嗱，我哋而家入去，將嗰啲神像打碎佢，將入邊嗰啲裝藏嘅糧食攞出嚟，咁咪就有糧食可以活命咯。第33章造像。雷亞牛呢個人自細就闖蕩啦，做過海員，都當過兵，所以對於逆境之中嘅生存呢，好在行噶，更加知道點樣喺亂世嘅波濤之中去尋找生存嘅養料。呢種打爛佛像嘅學問，可以講係佢屢試不爽嘅保命絕招啊！經佢咁樣一講，吳半蝦同埋趙青山都有啲無語啦。不過兩個人思前想後，都確實揾唔到其他嘅出路，於是喺雷亞牛嘅慫恿之下，都默認咗佢打爛佛像嘅計劃。三個人岌頭，加快咗腳步，向住嗰個群山環抱嘅破廟神龕行過去。雖然話係就係加快速度，但係帶住吳半蝦呢個殘廢，雷亞牛同埋趙青山呢，都只係將蝸牛嘅速度變成咗龜速，直到去到太陽西斜、晚霞餘韻嘅時候，呢三位仁兄先至嚟到呢一間古剎寶塔嘅所在。當大家好唔容易嚟到呢間深山古剎座廟門口嘅時候，都不約而同喺度感嘆：哇！呢間廟真係好破敗啊！放眼睇過去，呢間爛廟呢，居然連門都冇埋，半個人高嘅石牆呢，好多個地方都冧晒噶啦，只係剩低一個半月形嘅窿，算係正門啦。嗰個正門透過天王殿嘅廢墟殘骸，
又正對住已經徹底破敗不堪，但係點講啊，都叫做依然挺立嘅大雄寶殿。咁樣一個地方啊，連之前實牙實齒嘅雷亞牛個心入邊都喺度打鼓，因為如果呢間廟宇荒廢得太耐嘅話，估計呢喺神像個肚入邊嗰啲糧食早就變晒質啦。如果真係食落去嘅話，話唔定會整壞個肚噶。不過既然唔嚟都嚟咗啦，都實在冇出去嘅理由噶。況且仲帶住吳半蝦咁樣嘅累贅，大家都好需要揾個地方整理一下，然後再諗下出路。所以呢三個人仲係互相扶持住，一步一步咁樣行入咗古廟嘅院落同埋門牆，衝住正對面嘅灰黑色嘅大雄寶殿行過去。冇行幾步啫，趙青山就覺得呢間廟唔係咁正常喎。趙青山係五座廟入邊嘅老人，接咗嗰個年代嘅三教九流好多噶，所以佢都有好多江湖經驗。入咗廟之後，趙青山馬上就覺得呢間廟嘅佈置同埋格局有啲問題。自古以嚟嘅寺廟呢，如果唔係俾啲山或者係地勢有阻滯嘅話，咁佢嘅排列方式呢，無一例外都係坐北朝南嘅佈置同埋格局，會將佛像同埋菩薩擺喺北面，俾嗰啲善男信女供奉朝拜。而呢座廟最奇特嘅係，佢殘破嘅正殿唔係對住南北噶，從太陽餘暉嘅角度嚟睇，嗰個殿門正對住西方，成個建築群嘅規模係東西走向噶。咁樣東西走向嘅寺院喺佛教嘅建築之中，真係有啲不可思議啊！甚至有啲乾坤顛倒嘅意味。趙青山就唔係咁明白呢間寺院佈局嘅含義啊，於是只能夠暗中握住腰間嗰把家傳菜刀防身，然後打住頭陣，首先行入咗廟入邊嘅大雄寶殿試探。而呢間大雄寶殿嘅內部都同成間廟宇外面嘅門一樣破敗不堪，殿門入邊嘅規模大約有10幾丈見方嘅大細，木柱呢腐朽林立，嗰啲殘破嘅瓦片堆到成地都係，期間仲夾雜住好多鳥糞，腐爛嘅草同埋樹枝不計其數，估計呢有成10幾年冇人打掃過噶啦。巨大嘅殿體展現住呢個廟宇昔日嘅輝煌，但係今日嘅衰敗就同嗰種輝煌呢形成咗鮮明嘅對比。喺廟宇正中擺放住3座大概1丈幾高嘅雕塑，正中係釋迦牟尼，而左右兩邊分別係阿難尊者同埋迦葉尊者。佛由人修，相由心生。呢間寶殿入邊嘅屋瓦呢，暴露到成地都係，咁就唔難想象呢3尊金身塑像嘅處境係點樣噶啦。趙青山睇到嗰啲雕像嘅時候，嗰3位嘅金身呢都已經破敗不堪。雖然金漆描線同埋當初嘅彩繪呢仲可以睇到少少嘅，但係泥胎破損露出嘅衰敗呢，仲係令人記憶猶新噶。見面入廟，趙青山仲係按照嗰陣古代嘅禮節，抱拳對大殿4角行過4方拜之後，先至衝住嗰3尊佛像抱拳話：老南夫子殿趙青山入住寶剎，代聖人問禮，借貴地躲避兵亂。我哋井水不犯河水，還望佛祖爺海涵。講完呢啲之後，趙青山收禮，先至擔高頭向上邊望過去，去睇下嗰個略微前傾嘅釋迦牟尼塑像嘅面龐。然後佢嘅瞳孔就收縮，甚至口入邊不由自主咁樣嗌咗一句：哎呀！原來當趙青山抬頭望嘅時候，突然之間發現呢個釋迦牟尼殘破塑像入邊，原嚟係內有乾坤噶。按照佢見到嘅呢尊露出泥胎嘅塑像入邊，竟然仲有一層。喺嗰啲頭部同埋面部破損嘅夾層呢，即係露出頭頂到左側耳根嘅一片，但係露出嚟嘅嘢係完全唔一樣嘅內容。從嗰啲泥胎暴露出嚟嘅核心嚟睇，釋迦牟尼像內部應該仲有一尊略微細少少嘅塑像，而內部嘅塑像呢，皮膚係青色描金，凶神惡煞噶，額頭正中仲有一隻打洞嘅眼啊！喺原嚟咁莊嚴仁慈嘅釋迦牟尼塑像入邊，突然之間露出一副咁樣嘅真面目，趙青山嚇咗一跳啊！亦都因為咁樣，先至不由自主咁樣哎呀咗一聲啊！
陰陽食譜，食出生死，陰陽道。